日常嘅消費，例如同啲客食飯或者買嘢咁，多數都係碌卡。好似 HiFi 啊，屋企嗰部42寸高清電視啊，都係碌卡買㗎啦。最近買車嗰啲首期雜費都係碌卡。前嗰排股市好似幾好，我都係用信用卡透支嚟入市。不過呢排股市咁波動，搞到我一時都周轉唔嚟。而家加加埋埋都爭成50幾萬卡數，仲呢兩日到期，我都唔知點還。黃生嘅個案喺香港其實都好普遍嘅，好多人見到中意嘅嘢就會碌卡買，又或者用信用卡透支現金，到期還款日一到就唔知點算啦。而且一旦遲咗還款，唔單止要俾利息，仲要加埋高昂嘅罰息同唔同嘅手續費，咁樣好容易小債變長債㗎。咁點算啊？嗰2日就係啦。其實有方法㗎，仲唔使過2日，24小時就搞掂。真係？當然啦，黃生你本身有層自置物業，咁你就可以揾我哋康業信貸快遞做物業貸款。康業信貸快遞只需要15分鐘批核，24小時就可以批出整筆貸款俾你去套現還卡數啦。但我冇入息證明，同埋之前有啲遲還款記錄喎。申請我哋嘅物業貸款係無需要入息證明，曾經有過唔好嘅信貸記錄都可以申請到㗎。不過層樓成35年樓齡喎。當然冇問題啦，我哋嘅物業貸款係不限樓齡㗎，無論係私人樓、寫字樓、村屋、鋪位或者係車位等都可以申請到㗎。好在有康業信貸快遞嘅幫手，我可以一次過還晒所有卡數啦。如果想知道多啲關於康業信貸快遞嘅資料，可以致電21102110，又或者瀏覽網址 www.connew.com。